好，來繼續來看美國聯邦參議院的議員到台灣訪問，特別到中科院參觀到台灣自製武器。同一個時間，電習會嘛確定了，這嘛引發到朝野的爭論。民進黨的立委吳思瑤就講，這個電習會將會減弱到台灣甲美國的合作，而且在野黨莫閣動預算咯。國民黨的立委賴士葆講，這個總預算也毋是今仔日才卡關，而且軍購案嘛已經交付委員會來審查。總統賴清德今日接見歐洲議會安全甲防衛委員會官方的代表團致辭時，議員有講到軍購案。政府更提出為期8年400億美元的國防特別預算規劃，希望厚植國防實力，打造更具韌性的防衛體系。賴總統連續2天接見外賓，昨是美國聯邦參議院跨黨派議員訪問台灣，共款講到國防的特別預算。訪問團佇昨下晡嘛去到中科院參觀咱自製武器的裝備。講到電習會佇昨正式決定時機點真敏感，引起議論。鄭麗文要交的3個作業是什麼？第一，軍購案趕快來加速協商，讓它通過；第二，總預算趕快來審。民生一天都不可拖。第三，面對中國各個層面的滲透，所有的國安法案不要再擋，大力的來透過國民黨來倡議2次的西進。這樣的做法是什麼？就是削弱台美經貿的合作。想太多了，總預算卡關的不是今天才卡關，那軍購也是擋很久了，不是現在才擋。軍購也開始審了，還要怎麼樣？軍購已經審了，已經付委了，已經交付黨團協商的，最快大概4月中就可以處理掉嘛。目前的名單除了鄭麗文以外，包括國民黨3位副主席蕭旭炎、張英強、李乾龍，另外還有國民黨台北事務部主任張亞平、文化會主委溫來晶、主席辦公室顧問李德維甲調集人連勝武。如果沒有政府的授權，不能與中國進行涉及政治性的協議，以及與政府相關公權力的事項，如果情形嚴重的話，有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經過將近11天，國民黨主席甲習近平要會面，這嘛變成朝野論戰的焦點。Hello， 我是張新文，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